Unpack，Let's go！ 早晨啊，各位，今日我哋正式出發去布拉格市中心。第一站位於新城區嘅跳舞的房屋，出面嘅街景真係值得慢慢欣賞啊！電車緩緩駛過，同街道建築映襯得完美無瑕。沿路行去舊城區，經過漂浮的上班族雕像同埋卡夫卡雕像，仲見到好多跑車同古董車，真係大開眼界啊！布拉格市中心每一條街、每一個轉角都靚得如詩如畫。快啲睇下，笑死我啦！跟住我哋途經克萊門特學院，再行出去就到咗查理大橋正門。不愧是暑假嘅星期六，人多到爆啊！橋上有街頭表演、藝術攤檔，仲有人現場求婚成功啊！好浪漫啊！哇，仲有人踩緊船發電啊，勁搞笑咯！嚟到小城區，景色震撼到我哋，好似時光倒流，翻到中世紀一樣，史建築保存得非常好啊！然後我哋食咗布拉格地道特產煙囪卷，唔錯唔錯。穿過蜿蜒街道，繼續向城堡區進發，由城堡高處俯瞰布拉格，滿眼嘅洪雅屋頂同伏爾塔瓦河交織成一幅畫。布拉格有超過1000年歷史，曾經係波希米亞王國嘅心臟，而城堡就係見證呢座城市興衰嘅靈魂所在。途中仲見到步兵換更，今日太陽好猛啊！真係辛苦晒佢哋。Respect。布拉格城堡係世界最大嘅古城堡，已經有超過1000年嘅歷史噶啦。第一中庭廣場嘅涼風好舒服，行出廣場即刻見到聖維特大教堂，右邊係14世紀建成嘅聖維特南側塔樓，裏面懸掛住成個捷克入面最大嘅齊格蒙特鐘。大家仲可以另外買飛，下樓梯上塔頂俯瞰全城。繼續行到聖喬治教堂，望仲見到聖維特嘅背影。落少少左轉就會到黃金巷。呢中世紀嘅街景真係可愛到暈啊！行出黃金巷，又係滿滿紅磚屋頂嘅布拉格風景。我哋開始慢慢行翻落舊城區，沿路好多特色嘅手信鋪。如果唔係孭住背包兼路途仲遠，我哋應該已經買爆袋啦。過咗舊城廣場，黃昏下嘅太恩教堂好靚。咦？點解咁多人圍住個天文鐘嘅？因為就嚟6點正啊！樓上嘅人偶表演準備開始。到鐘散水，我哋就去咗附近嘅餐廳食晚餐。試咗呢個同呢個，整體都幾好食。雖然豬肉有少少鹹，但係個薯餅糯米口感好特別。好啦，聽日見。